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台湾别流双边旅游计划一个起稿开始了后，大家嘛真关心讲销路到底敢有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销，这个销就是甲物件卖出去的意思，咱讲销出去。卖了好，咱讲有销；啊，若卖无好，咱讲无销。卖去外国，咱讲外销。另外，这个销嘛有扣掉促销的意思，像咱讲吊销、销案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读做开销，意思就是支出，也就是消费开出去的钱。第二个词读做销路，也就是产品卖出去的状况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拄开始做头家，产品销路无按算的遮尔济。颠倒是这个月开销有较低，生意实在无好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销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